伫中秋节之前，嘉义冬节蚵仔肠的大出，也毋过对渔民来讲，环境的变化嘛真适应，真感觉真烦恼哦。睇蚵仔皮当红影的外线顶洲，伫8冬了有可能会消失，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。 风台打过，也未天光，后面就赶到外海去收蚵仔。一人一人的蚵仔吊去车顶，到中秋进前是冬节蚵仔大出的时阵。不过后面煞欢喜袂起来，因讲外山顶洲一直走入来，倒边时的拢互山淹了了。苹果树因为袂大嘛，因为沙洲本来就伫3公里外嘛，一直走入到遮，包括是咱外山顶洲遐共款。 本来伊迄片土是，毋知咧外算千家的，即马都已经大了啊。本来是7万条啦，即马剩无1万条啦。自然环境的变化，特殊饲蚵仔就要改用成本较贵，佮惊风台的普遍。就算落冻本开落去，佮有蚵类会来食，乌鸡会来输，海水温度高，嘛影响蚵仔的成长。差不多有300-400枚蚵仔拢袂肥，佮袂大。蚵仔歹饲风险勿大，无偌济少年人倒来家乡接班。规条蚵仔产业链为庄头渔港设一链，大部分拢是有会的长辈。少年啦，即马老啊开袂紧啊。阵工咧开的工拢都。 伫咧7、80岁，你搁互伊5冬，再人因要90岁，哪有可能？少年人向都市去，外山顶洲搬山往华边来。26岁倒来家乡东石，各单已经饲蚵仔26冬的当金因表示，东石的蚵民真靠就是靠这片外山顶洲来当北影。 我当然嘛希望，啊无若即个事业前，阮若做，阮若讲因到主，若到咱的手外山顶洲无，伊就毋免饲咯啊。所以政府若会当外山顶洲若来甲咱顾好。根据渔业署的统计，7冬以来倒闭式的面积减少70公顷，差不多1成。大家渐渐改用铺面式的，范围增加2成5，整体产量差不多维持伫咧9200到500吨左右。统计和后面的观察有真差，不过中央地方拢同意外山顶洲爱处理。 来去研究，讲是要安那来减轻，不要让它继续来恶化，来做好遮的防护的工法，来保护咱内底的蚵仔产业，甲咱海岸线安尼。嘉义的蚵仔产量是全台湾上济，东石又阁是蚵仔上重要的集散中心。饲蚵仔产业若要升级，就要为方方面面详细来探讨。人工护苗，这量起来较大，过来就是讲咱政府是不是咱去杀工这个需要渔业权？ 咱的渔民啊，进入所在来启用，我们家的一条龙的管理，我们觉得不会输其他国家。这条问题拢毋是孤一户的蚵民会当去解决的。东石的人口为民国91年开始，已经连续18冬下降，人口倒减5600多人。要安怎甲东石蚵仔招牌顾掉咧？卖互产业的中心降做是偏乡地区，就设法吸引少年人回乡，这是需要正视的产业问题。记者尤金林慧婷家己报道。